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2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应对武汉肺炎防疫手册，要来教导市民安怎做好准备甲应对，也好进行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民众安心伫厝内度过14天的检疫期。市长黄伟哲上午嘛前往东区德国厝上帝庙来发送防疫手册。为了提升市民对着武汉肺炎防疫的认识，并教导民众加强自我健康管理、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等观念，台南市政府特别制作防疫手册做宣导。27日，市长黄伟哲、立委王定宇、议员蔡小薇、东区区长陈胜男以及济里长，做伙来到德国厝上帝庙，将宣导手册发送给现场的民众。相信我们来德国厝上帝庙来做一个防疫宣导。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今年可以说台南的公庙可以说是全台湾最多的很多宗教活动也是全台湾最多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各公庙，他们都对于整个防疫的工作都相当的配合，而且因为这也是神明也会指示哈。那今年不管是妈祖沙尾消妈祖、西尾消王牙这类的宗教活动，那是不是要绕境？我们都会跟这个公庙做充分的沟通然后希望说能够以这个防疫优先为考量。那这点也是我们会请民政局跟公庙充分的这个沟通的。那今天主要是来做一些防疫的单张的宣导，可以让民众这个能够勤洗手，然后这个把这个疫情的传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黄伟哲另外表示，网络上有真侪假消息，制造社会恐慌，这已经是违法，嘛有请警察单位调查。民众若是有线索，也会当主动提报。针对谣言的部分我们会在宣导扩大的这个裁罚。现在我们立法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严重肺部肺炎传染病的这个防治特别条例，所以针对这个趴走的部分本来就已经提高了罚则到最高上限100万。第二个，在地方来讲，我们台南市会公布姓名。第三个，在北部来讲已经有这个集中检疫的把它从个人居家检疫变成集中检疫的这种状况。那将来未来在台南市，我们也不排除用这种方式，因为你不自爱，那别人就不会去爱你了。卫生局嘛提醒民众，若是有发烧、咳嗽等症状，爱尽速就医，并将旅游史、接触史甲医生讲，遵守居家隔离事项，避免发生群聚感染事件。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总经费超过18亿的台南市立图书馆总馆，预定今年10月完工，12月开馆。市长黄伟哲上午亲身前往视察，听取工程的简报，了解这项台南市目前上届受到注目的公共建设的进度。台南市立新图书总馆是永康炮后迁移转型为创意园区后，上受到注目的公共建设。新馆除了有图书馆功能，还包含演艺厅、空中会馆、会议厅、咖啡馆等，甚至还规划了自动注册行车功能。动线设计嘛，考量到无共年龄层的使用，是外观造型以及实用性兼具的多功能图书馆。该工程目前嘛已经完成71%的进度，有希望伫今年10月会当甲市民见面。工地的施工已经达到71.56%了，所以这个是超前进度的。那么也估计希望说能够在今年10月份的话就能够试营运，再配合年底的开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议会从过去赖市长的时期就持续的监督，而且要求让这个
台南市的总图，它的使用能够多元。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在这个演艺厅，不管是在这个会议厅，或者是在这个空中花园，以及它的一个动线设计，能够方便比较年长或年幼的市民朋友们利用。它的整个动线跟楼层的分布、动线的划分，事实上都是相当的好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台南市的总图的这个建筑外观，还有内部的实用性，应该是在台湾里面应该是排到前面的。我们也期待这个总图将来不管是争取国内或是国外的建筑奖，或是其他的相关的奖项，因为它的潜力是蛮大的，所以这个它的造型以及它的实用性兼具，那我们也感觉这样的一个规划跟这样的施工应该是非常好的，也期待它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市立图书新总馆为伫咧永康炮校旧址，占地1.5公顷，预计会当容纳60万件的馆藏，提供1000种期刊。黄伟哲嘛期待透过图书馆串联周边特色公园，会当为东桥地区聚集更侪人流，带动在地产业发展，成为台南市都市景观的新亮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的疫情，有多位民意代表牵线，阁有未少私人的企业主动捐赠防疫消毒的物资。香港有议员蔡秀辉陪同一间北部的生物科技公司，也主动捐赠次氯酸水，予皇家溪联庇护中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疫情愈来愈严重，为了防堵疫情的扩散，中央甲地方拢动起来，不但出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司行号，一寡拢要求爱量体温甲消毒。毋过伫个较弱势的庇护中心，因为防疫的物资较欠缺，因此议员蔡淑辉上午嘛联合一间北部的生物科技公司，捐赠次氯酸水随身瓶，予皇家庇护中心作为随身防疫的消毒使用。因为我们陈金莲理事长本身长期在我们的社团是热心公益，那这次因为武汉肺炎，而且他的公司也刚好研发了这个次氯酸水，而且它是没有酒精成分，但是是有充分的保护作用。那陈理事长也很发心他把它用成一个小瓶装，所以大家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把防护带在身上。那个我们理事长他也慷慨解囊，又另外的捐了一个现金的红包给我们洪家庇护中心。当然，我们今天促成了媒合的这样的一个捐赠，我们也应该要共襄盛举。那也欢迎所有我们在社会上热心公益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团结起来，对抗我们的武汉肺炎。该公司总监陈金莲，因为本身嘛是台南人，而且嘛曾经担任过台南市妇女会，因此嘛甲议员特别出钱来捐赠予皇家作为防疫来使用。谢谢我们的苏慧议员也谢谢洪家给我今天这个机会，因为我今年已经73岁了我在这个妇女社团已经做了差不多30几年。那现在逐渐走于比较退休的阶段，但是呢，在公益方面，我想没有年龄的限制，加上我们公司是伊利特台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有一个团队是在研究生化的。其实我们本身是做化妆保养品，刚好跟这个都有生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董事长就是蔡志宏董事长，他就跟我们开会商量说，那我们就全省一起来做这个公益动作。那所以呢，今天其实洪家我第2次来，第1次我是带大陆的妇女姐妹，她们说要抱着学习的方式。那今天我第2次来，除了公司提供之外，我私人又捐赠了一点，想说爱人之心，大家皆有之。我也希望我们台南市不管男男女女，只要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不管在方面，大家都要发挥我们爱心的情形。财团法人皇家溪联庇护中心主要收容较弱势的是罕儿，目前该中心收容大约200位。议长陈淑慧表示，在防疫期间，除了加强量体温甲消毒，目前较欠缺的也是额温枪。虽然有向中央来申请，
毋过到现在还是无取得，希望中央会用个赶紧来拨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安南区本年寮的调刑局，因应这波疫情，特别关键500箱的漂白水，要予安南区的学校、派出所以及弱势家庭进行环境消毒，做好防疫的工作。这一箱一箱的漂白水，总共500箱，1300罐，就是调刑局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打算要来帮助附近的土城高中、安南国中、甲海东国小。以及安南区弱势民众等等作为环境的消毒，希望保障庄内环境卫生，莫受疫情影响。最主要是即马是武汉疫情啊，阮本年了本着阮中心村的慈悲的心吼，对社会加减出一寡心力，所以讲阮即届哦，有1500瓶的消毒水，甲阮庙内我拢消毒，无搁有赞助着安农高中、海东国小，土城高中，以及一寡委托安南区公所，一寡弱势团体，我嘛拢有赠送，是看抛砖引玉，看引起社会另外其他团体的共鸣的，大家共同来为咱这个社会出一点力量。面对调刑局诚心公益行动，安南区长叶志明嘛专工到场，表达蜜蜂对来照顾信众，营造安心清洁环境，嘛扩大来照顾社区，以政府甲民间共心协力来避免各种传染病威胁。咱本来调刑局保安合作吼，我相信伊大心大德啦吼，伊就是照顾咱遮的信徒朋友、咱遮市民朋友的身体健康啦。咱拢知影吼。咱台湾也好，咱是朝国际化啦，各种旅游，所以讲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传染病，拢有可能对咱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当然武汉病毒，咱迄个新冠肺炎是其中一项啦，这是最近咱较烦恼的一个部分。所以咱环保路主委咱的带领之下吼，嘛跟公所跟各项的公部门能够来合作。希望不是干那讲咱所有的信徒，咱在市民比如大家参拜，当讲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之外，嘛是照顾咱这个本来这土地所有的民众有一个安全又健康的身体啦吼。会中所有受证单位嘛一一接受消毒水，并且翕相留念，蜜蜂以抛砖引玉，以天助自助者的心情，祈求疫情早一天得到控制。台南新闻阮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因应学生开学，虽然中央开放儿童考案一礼拜会当买4个，毋过加上成年人一礼拜2个，一寡家庭也是无够使用。安平区建平里长傅建峰就运用里来爱心基金，购买不织布的口罩、甲口罩套，送予里来弱势家庭以及低收入户。安平区建平里长傅建峰表示，因为学生开学。加上一寡课后的安心班，要求上课一定要挂喙罨。以目前实名制，儿童喙罨一礼拜只用来买4个，根本就无够使用。因此决定送予里来单亲儿童的受福助家庭一家型的喙罨加口罩套。我们现在说，我们政府有，他们就是一般小朋友，他1个礼拜才领4个而已，根本不敷使用。而且现在小朋友他在学校也要挂口罩、戴口罩，那到了安亲班也要戴口罩，几乎白天整天都是戴口罩。所以说1个礼拜4片根本不敷使用。那我们有涉及到那个一些弱势家庭啊，像我们的低收入户跟那个单亲扶助家庭哈，他们的在经济上比较困难，而且口罩也不容易买得到。那所以我们均利用我们的爱惜基金会来购买这个一次性的不织布的口罩给他们使用。那为了增加他们的时效性，我们再外加一个外套，再加一个布的口罩给他们，他们可能在1个月他们都可以都使用到口罩，每天都可以有口罩可以使用。里长强调，目前医疗用的口罩是管制，不过因采买喙罨是制作面膜用的不织布来生产，会用的有效来防水。你为了增加使用的时效。外面会用套一个口罩套，预计全部到货以后，将分送予里来单亲家庭、低收入户
甲独居老人每户100片的喙罨加5个口罩套。另外，伫个里内大楼管理员嘛将赠送每人20片的口罩和2个口罩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根据统计，台南市的高中小开学第1天，传出有300位学生发烧，伫个厝内休困。不过出席率也是有9%。市府教育局嘛做出大原则的宣示，特别是3月开始，陆续有学校迎接百年校庆，特别提醒爱减少室内集会，并且加强校外人士的防疫工作。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校园的防疫一点仔拢袂当放松。教育局除了强调师生做好健康管理，主动传染风险伫校园外大原则。不过，面对3月到5月，大台南将有11间学校迎接百年校庆，到时将邀请济杰杰出校友等校外人士来观礼。嘛，因为因真早就进行筹备，并未取消。教育局表示，典礼过程也是避免室内集会，一定会做好预防。那目前我们台南市的立场很明确就是说，在这整个疫情还没有这个社区感染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秉持着说师生做好健康的管理，那阻绝传染风险在校园之外的前提之下，我们目前还是期待说校内所有的课程活动都能够来正常如期的举办。那但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大型的活动特别是大家会关心，在3月份我们有一些学校会陆续有校庆运动会甚至100年校庆的办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鼓励以校内师生参与为原则。那但是如果说你必要免不了校外的人士杰出校友要进校内的话，就是避免室内的大型的集会。那户外的活动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防疫的各项准备跟措施。另外，针对有一寡也未办毕业旅行学校，或是户外教学，教育局嘛强调禁止跨县市的活动。绝大多数的学校毕业旅行在上个学期都已经办完了，那少数还没有办理的，就是请他跟我们毕业班的家长来研商讨论，看看是不是要继续办理。那如果还要继续办的话，我们就是禁止到外县市去办理。那至于户外教学呢，也就是
在台南目前还没有社区感染的情况之下，我们鼓励他在室内，好，在学校邻近的社区这样子来办理。好，那就是说，目前我们还是在没有社区感染的情况之下，是期待大家用平常心做好自主管理，做好防疫措施。面对疫情可能的冲击，主编嘛表示，教育局已经提早规划线顶学习的资源，一旦有停课学生，得当地处理自主学习。甚至一旦疫情严重，嘛许可予老师用网络直播方式伫线顶上课。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开学以后，防疫工作的亲像作战。石门国小附设幼儿园的老师，就用教室剩落来中空板做成学生桌顶的架板，互学生无挂口暗食饭的时阵，会当加一点保障。来到石门国小附设幼稚园，会当看到学生所有桌顶拢放上五彩架板，甚至无够也阁用纸板裁，相当特别。老师表示，就因为家长烦恼囡仔雄雄拍卡唱，或者是食饭的时饭粒仔喙烂乌白喷，较袂晓控制。为了解决卫生问题，嘛避免造成防疫缺口，所以幼稚园特别发挥卡数，用剩的架板来制作，唔免加开钱，就达到效果，互家长安心。这个想法呢，其实是刚好有一个家长，他说：“我的孩子呢，好像就是在学校用餐的时候啊，有感受到其他孩子会讲话，或是说打喷嚏啊，那他们就觉得，尤其在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他们特别敏感。然后他就说：，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孩子带回去吃饭？那老师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想想，刚好有一天晚上呢，看到一个新闻说，中钢的员工餐厅他们是用透明的亚克力，我就想说，那我们学校有很多废弃的这种看板，我是不是可以拿来加以利用？那所以我们就一早就把它呢也拿来，我们3位老师就齐心的把它做成一种那种隔板。然后呢，就让孩子有一个独立的用餐空间，这样子，那减少一些口沫啦，或者是打喷嚏啊，好这些传染的机会。对，家长看到我们这样的创举，他说：“老师你们好棒哦，还有 idea。”我就说：“是啊，因为家长有需求，我们老师呢就要帮忙解决问题，这样。”虽然这小小的年纪，不过因面对疫情的做法，拢相当有概念，一定要给因一个赞。因为嘛，咳嗽。会传染到别人，所以我们该用这个板机，更不会传染到。因为飞沫会在人家的碗里面，所以这样子用隔板飞不过人家讲话，飞沫就不会进来，比较卫生哈。对，看不到同学会觉得难过。不会，因为为了保护健康。也是要用隔板。有武汉肺炎传染的时候，要在家，不然啦，上课会觉得很无聊。学校这款创业卡数嘛，欢喜甲其他学校来分享，大家共同为疫情把关。我们幼儿园那个小小的巧思，可以解决那个幼儿园的大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石门附幼的这么好的这个创意的举动，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幼儿园。那家庭里面如果有幼儿比较多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我们更希望在这个防疫的期间，如果大家有什么创新的好点子，大家可以分享出来，大家一起来用，那安全的度过我们这个艰困的防疫期。开学以后，为了幼儿健康，老师拢相当的认真要求，除了食饭、食点心以外，上课期间拢是专程挂喙安，不断宣导勤洗手，希望平安度过疫情的考验。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再会。